摕到保护令哦，煞赶快受到暴力的对待，甚至互抬死。立法院今仔早起嘛，针对保护令的制度来进行报告。有立委是建议讲，修法来增设电子监控来保护人身的安全。经政署、跟法务部、跟卫生福利部是拢表示支持哦。卫生福利部部长邱泰源嘛承诺讲，会伫1个月内跨部会开会来讨论，上近半冬内会来提出修法的草案。各团处技术加保比强，家己最上乡找了透早点半，有一个翁某因为不明原因吵甲真厉害。30岁姓儿太太情绪失控，提水果刀啊堵向36岁姓曾的先生，经销得到报案了后，将先生送医，不过最后抢救无效死亡。警方调查发现，姓儿太太1年前有申请民事保护令，详细案情依然要等警方进一步调查。王女持水果刀刺伤庄男，庄男送医不治，全案依杀人罪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。因为最近发生真侪件重大家暴案件，包含新北土城杀车案、台北酒店女公关和10个朋友挂后身亡。有立委认为，被害者伫已经合法保护令情形之下，依然互加害者杀害，这期家暴令失灵，法务部有防性羁押制度不够周全，爱去检讨。这显然连被害人的家属都觉得，这个加害人其实已经是很可怕了。警方移送之后，要在24小时之内做出决定。所以，这个司长，我要建议你的就是，我觉得我们很多检察官在这一方面的敏感度其实是不足的。空窗期的时候，咱们来加强。第二个，那个刑事的一个强度，执行的强度，还有我们也会跟司法院还有法务部，还有内政部警政署来继续来协调来开会。卫福部长邱泰源强调，已经检讨这项机制，会就保护令的申请到合法的安全抗判期，强化风险防控，佮提出2项精进措施，包含强化庇护安置甲警备安全服务，缩短民事保护令的审理甲合法时间，希望引进密集完整的安全守护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